教宗良14世以直截了當嘅信息為聖週拉開序幕，為住喺衝突地區正受苦嘅基督徒祈禱。聖之主日感恩聖祭後，教宗喺誦念3宗經祈禱中，紀念嗰啲無法親身參與整個聖週禮儀嘅人。All'inizio della settimana santa siamo più che mai vicini con la preghiera ai cristiani del Medio Oriente che soffrono le conseguenze di un conflitto atroce e in molti casi non possono vivere pienamente i riti di questi giorni santi。雖然聖之主日嘅慶典喺羅馬已經隆重舉行，但喺耶路撒冷嘅境況卻截然不同。以色列警方阻止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皮扎巴拉樞機以及聖地監護人進入聖墓大殿舉行聖之主日感恩聖祭。耶路撒冷拉丁禮宗主教區發表一份聲明，說明所發生嘅事件。呢個係幾個世紀以嚟教會領袖首次無法喺聖墓大殿舉行聖之主日感恩聖祭，阻止樞機以及聖地監護人進入聖墓大殿，顯然係一項唔合理且極不相稱嘅措施。根據呢份聲明，宗主教以及聖地監護人係以私人方式前往聖墓大殿嘅途中被攔截，過程中並冇任何遊行或者舉行禮儀嘅跡象，卻被迫折返。宗主教區同聖地監護團對喺呢個基督徒禮儀年曆中最神聖嘅節日之一，祈禱竟以此方式被阻止，為此向聖地以及全世界嘅基督徒信友表示深切嘅悲痛。